怎么了你？哎，年纪大了。蒋大神，干嘛？趁着我们家小西不在，赶紧和我们说说，拥有这么完美的女朋友有什么优缺点啊？对啊，快说说，我们发誓绝对不告诉小西。缺点啊？缺点那太多了，太多是不是？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。星星，有点多啊。那优点呢？星星星星还有点多啊。没有，没有，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它像太阳一样，太阳一出来，星星就看不见了。哎呦，真的是吃不消了，吃不消了。这事儿不许告诉小西啊，怕骄傲。我不说。哎，那我们考虑一下，考虑考虑啊，考虑考虑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谁的手啊？谁的手你都敢摸呀？就是啊。这是摸的哪个女人的手啊？谁的手你就摸啊？我不但敢摸，我还敢亲呢。哎呦，我离你们远一点。惊不惊喜啊？想我吗？没有啊。你是不是刚才说我缺点多来着？啊，是不是？为什么骗我说明天才回来？你这么多天没见我，有没有想我呀？当然想你啦。那实习工作很辛苦吧？我感觉你都瘦了，你都憔悴了。今天需要加班吗？今天嘛，不加班。真的？陪你逛逛吧。想要什么？走，带你去。那你不加班的话，我带你去个地方吧。去哪儿啊？我准备了一个惊喜给你。走吧。带你去。但你先进来啊。来，你先站在这不动啊，我把衣服给挂起来。你人呢？来啦。猜一猜。不会是情侣民宿吧？不是。那是什么嘛？哎呀，好了，我给你打开。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，当当！怎么样？你知道这些是我特意从江明运过来的，我还原的还挺高的吧？哦，还有这个，从这儿离 XV 走路只需要5分钟。然后这边有一条街啊，你往右边一拐，然后就有一家巨好吃的早餐店，然后这边还有一家24小时的便利店。哎，你不知道，这个柜子我费了老大劲儿我才给它运过来。哦，还有这个沙发，这个沙发是我为了搭配秘密基地的风格，特意去二手市场淘的。妍希，谢谢你。